今日係香港回歸15週年，國家主席胡錦濤為新政府監誓，下晝就有大批市民參與7·1遊行。胡錦濤上晝出席新一屆政府嘅就職典禮，為行政長官梁振英同一眾主要官員監誓。之後會見新班子，提出16字嘅期望，要求佢哋勤政為民，施政廉潔高效。胡錦濤中午離開，民陣下晝就舉行7·1遊行，數以萬計嘅市民參與，有人要求梁振英落台。由於遊行嘅人士眾多，警方要開放軒尼詩道東西行線全部嘅行車線。先由陳詠琳報道遊行人士有乜嘢訴求。民主歌聲響徹維園，遊行人士企滿4個足球場，無懼烈日去表達不滿。佢哋帶同各種訴求嘅橫額同標語。有遊行人士覺得回歸後嘅香港變咗質。香港啊，應該是一個很自由的城市，很好的地方。但是97年以後，香港的自由一點點縮水得非常大。而且呢，尤其是新聞的自由沒有了，言論的自由沒有了，這是一個城市最大的指標。遊行隊伍比原定遲咗10分鐘出發，民陣同勞工團體打頭陣。梁振英一上場就有人叫佢落台。資方呃我咯，點解呃你啊？佢竟然話我住過佢間屋，有冇搞錯啊？談普選，今年大話精落台咧都要有黨性冇人性嘅。我為新聞自由。記者協會亦都參與遊行，不滿近年採訪自由被打壓，記者向胡錦濤提問6·4，竟然被帶走。香港唔需要言論嘅警察同埋新聞自由嘅警察啦，警方應該做翻去維持秩序嘅嘢，唔好干預新聞自由。隊伍中仲有人要求中央徹查李旺陽死亡事件。今年遊行隊伍獲准使用全部3條行車線，高空望去一片人海。警方喺沿路加重警力戒備。隊伍出咗發2個幾鐘，仲有大批市民未出到維園，而且不斷有人從後加入。亞寬頻電視記者陳詠琳報道。民陣話遊行有40萬人參與，而警方就話高峰期有63000人。港大嘅2批學者就分別推算，遊行人數介乎86000人至11萬人。行政長官梁振英冇回應遊行，只係透過發言人話會虛心聆聽訴求。黃亞文報導。遊行隊伍到傍晚5點幾先至全部離開維園，最終要去到晚上8點45分，龍尾先去到終點新政府總部。警方估計高峰期有63000幾人遊行，佢哋話遊行速度慢係因為有街站。因為咧好多人咧就係頭先我哋講過啦，就係喺沿途咧就係插隊嘅。咁咧街站咧其實不嬲都有，咁咧但係咧就越嚟越佢哋嗰個活動咧比較精彩，咁咧就變咗咧就真係吸引呢一啲遊行人士停咗喺度睇。發起遊行嘅民陣就估計有40萬人，同警方相差8倍。佢哋話有派人統計，而以遊行時間嚟計，同03年50萬人差唔多。警方公布嘅數字係以維園出發嘅數字為基礎，但係今日有相當多嘅市民呢係喺波斯富街同埋喺灣仔係中途加入嘅，而且由於維園係已經爆晒呢，其實真係相當多嘅市民到銅鑼灣到灣仔嘅路段呢係使用咗6條行車線，呢一個呢係03、04年嘅遊行呢先至會發生。港大民意計劃喺灣仔軒尼詩道與軍器廠街交界嘅行人天橋點算，估計遊行總數為98000至到112000人。而每年7·1都有計算遊行人數嘅港大社工及社會行政學系嘅葉兆輝就點算到，大約有82000人。梁振英晚上到會展睇完煙花匯演之後，被問到7·1遊行，冇回應就離開。梁生，今日有40萬人上街喎，你點睇啊？有好多人叫你落台喎，有好多人話你講大話喎。
政府發言人就話，特區政府尊重市民遊行同發表意見嘅權利，並且會虛心聆聽遊行人士嘅訴求。而行政長官同佢嘅團隊會履行向市民問責嘅承諾，到地區聽取市民嘅訴求同意見。亞寬頻電視記者黃雅文報道。